去年这个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莲雾甲雪茄来进口，结果这3项水果的外销今年是减8成到9成。外界质疑到农委会当时投入到10亿要来救市场，根本就无效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回讲，整体产销也是维持正常。另外，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咧烧战，必须全球粮食的供应来欠缺，所以传出讲这个零制品可能会来起价。陈吉仲嘛挂保证，讲这绩效暂时未变动。不要声东击西。不是，我们请教，不是我们鸡肉的部分，预估会在4、5月可能会浮上台面的短缺严重。不会。国民党立委杨庆英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为着进口白肉鸡欠货问题你来我往，国际粮食市场阁因为战争的影响出现绩效变化。传出连国内零制品恐惊嘛受影响。因为农委会已经依照行政院的要求，确保未来6个月所有的这些的饲料供应量都充足，只要饲料成本价格稳定，我想农渔畜产品的价格就会稳定。陈吉仲强调，目前已经提早买饲料用的大豆换卖小麦，饲料价销伫4月底之前保证袂起价。1年前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莲雾雪茄，当时农委会出10亿来救市场，不过根据财政部的统计，今年这3种水果的外销也是比去年减8、9成。陈吉仲认为，大种水果的产期无同，对国内水果市场的外销有望真有信心。我们的凤梨卖了18000公吨到日本。单价高，今年的凤梨价格目前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至少有3万公吨可以卖到日本。不过农委会嘛讲，就算销购国外有成绩，不过要真正取代中国市场真无简单。想要长期到英国稳定的外销成绩，恐惊也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